世界盃咧將會喺2014年咧喺巴西度舉行嘅，咁而香港隊咧亦都已經打咗我哋嘅外圍賽啦。咁我哋嘅對手咧就係沙特阿拉伯啊，咁啊香港隊作客咧就係輸咗0-3嘅。咁啊，翻嚟主場啦，咁啊港隊咧會全力出擊。咁啊，至於沙特咧就係98同埋02年嘅世界盃決賽周隊伍之一，實力有翻咁上下。喺呢個時間呢，即刻帶大家睇香港對沙特嘅比賽。好啦，我哋而家睇下呢，就係2014年啊世界盃外圍賽第2圈第2回合嘅賽事，係香港隊咧主場對住沙特阿拉伯嘅。咁沙特阿拉伯着白衫啦，而着紅衫嘅咧就係我哋香港隊啦。咁喺3號風球之下咧，仍然係有千幾人咧入場咧為香港隊打氣嘅。好啦，上半場嘅賽事呢球波，哎呀咁樣過唔到咧，俾呢個咧薩卡攞到，跟住再彈個直線上嚟。咁樣啊，困到陳偉豪，哇！俾翻自己呢個波一切埋去，好彩啊！葉鴻輝咧接實咗個波，射波係14號嘅文素啊！哇！一開波咧，沙特阿拉伯咧已經係扯住香港隊嚟攻啦。咁啊見到啦，香港隊嘅教頭廖俊輝啊，一角球又係咧薩卡開出，一彎出嚟，頭上一作埋去，跟住12號啊呢一個法拉達咧射埋去，射得太正嘅又係俾葉鴻輝救出啊！好啦，睇咗30分鐘咧，仍然係白衫沙特阿拉伯嘅攻勢啊！呢個波，哇咁樣彈後啊，跟住分過嚟左路，一級過咗，跟住轉翻嚟中間，俾咗咧係穆哈美杜亞，再交過嚟，好彩葉鴻輝咧出嚟鏟咗嗰個波，如果唔係咧，香港隊已經輸1-0噶啦。葉鴻輝今日其實表現係好好嘅，2號嘅查曼啊，就係走過嚟咧係入攝嘅。好啦，呢個波又係薩卡。哦，一個直線劏穿晒就俾12號嘅法拉達咧，劏去遠處入網啊！上半場34分鐘，沙特阿拉伯咧1-0領先緊香港隊啦。睇翻呢個波啦，查比轉個方向埋嚟，法拉達咧彈咗去俾薩卡，跟住一個直線劏穿晒之後，法拉達就做最容易嘅事啦，一劏埋去遠處入網，1-0啊！咁啊，見到咧沙特阿拉伯咧，亦都有 fans 咧嚟到香港係捧場㗎。好啦，咁啊上半場咧，暫時沙特阿拉伯1-0領先，下半場啦。哇！呢個波，咁啊見到咧沙特阿拉伯9號嘅阿沙拉維咧就跌咗喺度，跟住咧哇有少少衝突喎。梁振邦咧就好似係踢到下佢嘅，球證直接啊紅牌將梁振邦咧係驅逐出場，慘啦！2回合計輸緊4-0，而且香港隊而家仲要打少一個人，睇下呢球波都係得一得佢嘅啫。跟住就一腳揼落去啊！阿沙拉維嗰度啊，梁振邦呢個波咧就真係好不智啊！咁啊，被球證咧逐咗出場啦。好啦，呢個波，哎呀，有少誤會啊！又係薩卡啊！今日佢表現咧非常之活躍啊！見到咧11號啊，阿森蘭尼將個波啄咗去遠嗰邊，跟住咧俾8號啊，穆哈美杜啊！呢球波薩卡入切咧就係俾盧君儀咧係禁區入邊鏟跌咗啊！跟住咧，仲要係黃牌俾咗陳偉豪啊！但係其實係盧君儀踢跌佢嘅喎，咁但係都冇用啦。球證亦都係指咗12碼點。嗱，睇翻呢個波啦，穆哈美杜啊，交入嚟薩卡，哎呀，盧君儀係踢中咗薩卡嘅，咁啊12碼啦，12碼又係由隊長啊8號穆哈美杜啊操刀嘅，睇下呢個球波佢射成點啦，一射擺得好靚啊，上角入啊，2-0啦，71分鐘咧，沙特阿拉伯咧領先到2-0啊！咁2回合計咧就係領先5-0嘅，咁見到沙特阿拉伯嘅教練團咧都好輕鬆啊！打少一個嘅香港隊睇下點啦！呢球波又係8號啊穆哈美杜啊，俾咗12號嘅法拉達底線出埋嚟啊！9號阿沙拉維咧踩唔到，唔緊要，後邊仲有一個11號嘅阿森蘭尼啊踩埋去，哇！打個電話翻去同自己嘅屋企人講我入波先。呢球波咧其實睇到咧香港隊嘅後防非常之空虛啦，薩卡交過嚟。穆哈美杜啊，見到法拉達上嚟就即刻一個直線交俾佢，喂，後邊漏咗唔緊要，仲有一個保中啊嘛。11號嘅阿森蘭尼啊，2分鐘之後咧係射成3-0啦。繼續咧係沙特阿拉伯嘅攻勢喎，查比一貼個波埋嚟，又係俾咗12號嘅法拉達底線一出，同頭先嗰球基本上咧都冇乜分別嘅。今次咧9號嘅後備入替啊阿沙拉維咧。冇走雞啦！頭先嗰球踩唔到，今次我入翻俾你睇啦。5分鐘之後啊，4-0啦。咁2回合計咧，香港隊咧係輸到7-0啦。
呢個波咧真係同第三球咧係異曲同工之妙㗎，一樣係咁出，一樣係咁鏟入。好啦，呢個時間咧，香港隊係有一個比較入肉啲嘅攻勢啦。見到黃展鴻左路出個波埋嚟，少奇第一時間趟埋去遠處，啱啱柱邊出界嘅啫。呢個咧就係香港隊比較入肉啲嘅攻勢啦。呢場波入邊，睇翻慢鏡呢個波，黃展鴻其實出個波咧都出得好靚噶啦。少奇啱啱攝咗喺前邊，跟住咧順勢左腳一趟埋去遠處出界嘅。咁其實沙特阿拉伯嘅門將阿巴達今日咧都係冇乜撲救嘅機會嘅。自由球，穆哈美度啊，哎呀，笠過少奇個頭，跟住咧4號啊，柯神啊，頭槌一作，跟住底線再出個波埋嚟，俾3號嘅鴨杜沙咧就門前鏟入。90分鐘啊，射成5-0，兩回合計咧，沙特阿拉伯咧係8-0啊。喺呢場波咧就係兩回合計咁樣咧就贏咗香港隊啊！睇翻呢個波，哇！咁樣混戰一輪之後，再俾後備入替嘅魔神咧就係出個波埋嚟咧，就係俾鴨杜沙咧係射入嘅。結果呢場波5-0擊敗香港隊，兩回合計咧就係8-0啊！將呢個香港隊咧擊敗嘅，慘啦！唉，葉鴻輝啊，完全咧都冇晒心機啦。咁啊，香港咧要下次嘅世界盃外圍賽再嚟過啦。車路士旋風式訪港啊！佢哋陣中4個球星，包括林柏特、費蘭道托利斯、斯治同埋沙洛文卡路，嚟香港踢熱身賽之餘啊，亦都出席咗足球訓練班，教下香港嘅年輕球員啊！嗱，喺咁炎熱嘅天氣之下，4位男戰士都化身為教練啊，親身落場教波，教下大家點樣控球、傳球、射門同埋盤球嘅一啲小技巧咁樣。香港嘅年輕球員有個咁難得嘅機會啊，可以同偶像們傾下偈、踢下波，相信佢哋喺開心之餘都一定學到唔少嘅嘢啫。嗱，而喺活動入邊啊，4位嘅球星更加接受香港傳媒嘅訪問。西班牙世界盃冠軍成員王子費蘭道托利斯啊，佢對嚟緊嘅球季，無論佢自己又好，對球隊又好，都係充滿住信心啊！ This is a time to be ready for the season. It's going to be a long season, and my form is okay, like the other teammates I have on the team. So we're starting a new season with a new manager, with new people around the team, and it's time to be fit and be ready. 而我都把握機會問下國門獅子要點樣做龍門至得。If you're bigger and as agile as you can be when you're smaller, then obviously you have an advantage. So if you are not so tall and you need to work on your fitness, you need to be sharp, you need to be quick, you need to be agile, and you have to compensate your height. This is the only way. 可以得到一眾車路士球星嘅親身指導，相信香港嘅呢一班小球員啊，都一定留低咗難忘嘅回憶。後邊咧就好客氣，佢話：晨曦足球隊喺來季大展拳腳，力爭佳績。佢哋並且以日之泉 JC 晨曦為球隊名稱出賽。咁喺新一季之中，晨曦會加強同內地球隊嘅交流合作，為本地足球帶嚟新嘅元素。而喺記者會上面，會長周文亮同埋贊助商簽訂3年嘅合約，雙方希望藉住今次嘅合作，為粵港球壇帶嚟新嘅衝擊。晨曦來季嘅目標就係重奪亞洲足協杯嘅參賽資格，以及向各項錦標邁進。咁所以球隊嘅負責人對來季充滿咗期望㗎。即係大家知道啦，我哋好彩有咗啲新贊助商啦，咁令到我哋有財力可以增加我哋嘅實力啊。咁再加上咧，我哋咧就係經過咁多年之後咧，發覺我哋係要喺青訓嗰邊要做多啲嘢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喺呢方面都亦都做多啲嘢。咁希望培養啲後輩嘅球員，咁嚟到鞏固我哋嘅實力嘅。到目前為止有9名球員新加盟，咁包括前流浪嘅基拿馬，以及麥當勞同埋積斯利等等。另外，上季效力傑志嘅鄭少偉今年就轉投晨曦，佢話同球隊合作唔成問題。好多球員我之前喺香港隊或者高尼路喺香港隊，JJ 都喺香港隊都合作過。咁有啲亦都係由細同我踢到大咁啊。咁我覺得默契方面唔成問題，最緊要今年係大家團結一致，向無論係任何錦標進發啦，我覺得。